大家好，又到咗六合彩嘅時間。今日係8月28號星期四，由我李子晴同大家主持第94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我哋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5129萬。由於連續兩期頭獎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部獎金1472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76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咁喺攪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紹下今晚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黃春平 BBSMH 太平紳士，以及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香港童軍總會執行委員會師傅周兆禧先生，歡迎晒兩位。同大家介紹下受惠機構。香港童軍總會一直致力青少年嘅教育工作，透過富挑戰性同有進度性嘅訓練同活動，促進青少年德智體群美五育發展。童軍活動與訓練涵蓋海陸空，並鼓勵成員參與各項交流活動，了解唔同文化同價值觀，擴闊視野，培養國際合作與溝通能力，促進多元共融文化世界和平。童軍會近設有一套領袖訓練系統，藉以提升個人能力及訓練素質。近年更積極加強與大專院校及大型機構嘅聯繫。詳情請瀏覽該會網頁或致電23773300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可以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94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9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49。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4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44。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5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5。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6。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9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9。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32號 ，and its round number is 32。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5號、36號、39號、44號、48號、49號，而特別號碼係32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二三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多謝今晚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黃春平 BBSMH 太平紳士以及周兆禧先生。